台东进前有一间至少收容机构发生囡仔受人性侵害案件，监察院调查发现讲，这台东县政府的社会处严重失职，若无伫咧要紧囡仔求助，敢若罚这个机构12万尔。今仔日提案纠正，也要求爱讨论处罚相关的证据。而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轻轻放下？监察委员批评台东有某一个离校安置机构过去逼出体罚等等的不当对待事件，更较含的是，委员调查发现，受害的囡仔毋若一开始找无人斗相共，台东县政府赛后处理案件嘛真啰嗦。这是有性侵害的一个嫌疑，明明知道这里面的孩子已经受到伤害，因为委失的人员呢也都没有处分，就是通通就是把它用一个12万解决。监察委员表示，台东县政府对机构甲涉嫌人，若无分开处罚，甚至敢若透过几节课就认定该善完成，并无照离校好利甲权益保障法来追究责任。政府单位应该做的所无做，才决定提案纠正台东县政府，要求起诉相关威胁的人员。我们让他们就是继续上我们的相关的课程之外。派遣我们的包括行政的管理人员跟所谓的我们的社工同仁就会到机构定期的去做一个反视，然后持续来观察他们后续的一个表现。监察委员表示，这个案件凸显体制的反背。安置机构本来是保护囡仔，但是地方政府无顾囡仔的需要，通报建议维护部强化机构评鉴的制度，提升照顾人员的专业。希望县政府爱以这个案件做监管。记者陈亚博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